認識耳鳴。耳鳴係指喺冇外在聲音刺激嘅情況下，患者仍感覺耳內或頭部有聲音。呢種聲音通常被描述為蟬鳴聲、嗡嗡聲、嘶嘶聲或心跳聲。耳鳴本身並非一種疾病，而係一種症狀，通常反映咗聽覺系統，包括外耳、中耳、內耳或聽神經。佢哋可能出現咗功能異常或病變，對患者嘅影響。耳鳴嘅影響程度因人而異，輕微者單喺安靜環境下感到些許困擾，嚴重者則會因持續嘅聲響導致睡眠障礙、注意力難以集中、焦慮甚至憂鬱。長期受耳鳴困擾嘅患者會成日感到心理壓力巨大，進而影響社交活動、工作表現及整體嘅日常生活品質。診斷耳鳴，醫生首先會進行耳鏡檢查同詳細嘅病史詢問，了解耳鳴嘅性質與頻率，跟住會安排標準聽力測試，以確認係咪伴隨聽力受損。若耳鳴呈現單側性或與心跳同步，即搏動性耳鳴，醫生可能會進一步安排影像學檢查，如磁振造影或電腦斷層，以排除血管異常或神經腫瘤。治療耳鳴，治療首重解決潛在原因，例如清除耳垢或治療中耳炎。對於原因不明嘅慢性耳鳴，常用治療包括佩戴助聽器以掩蔽耳鳴、使用白色噪音機進行掩蔽療法，或採取耳鳴再訓練療法，引導大腦習慣噪音。此外，認知行為治療亦都有效減輕焦慮，藥物就則多用於改善患者嘅睡眠同心理狀態。